市民心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心声节目。咱赶快呢来关心总统甲立委的选举。距离选举的投票日愈近哦，即个各种传闻呢嘛愈来愈多。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呢？咱市民心声节目特别邀请到立委候选人到咱的节目当中来向咱的乡亲讲互清楚。今仔日呢，咱邀请到这位呢是担任过3届立法委员，这届呢要来挑战咱台南市第4选区的立委。咱今麦就来欢迎前立法委员李全教李委员，欢迎。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我是李全教。好，非常欢迎吼，咱李全教委员到咱节目当中啦吼。咱进前吼，其实这届你要来参选，其实大家吼拢感觉有意外，因为吼。进前你好像有一阵子，你的决定讲吼，互大家感觉就是讲较无咧插政治啊，要来淡出政坛。突然间佮宣布讲吼，要转来参选咱台南市第4选区的立委啊吼，所以真侪人拢感觉讲，哇，安尼这次第4选区吼有看头了，为什么吼？你这届佮想要转来选第4选区的立委？是我想安尼啦吼，是政治对我来讲，政治是无是非。嘛无黑白，你有听话，你较歹，我嘛讲你好；你无听话，你歹，你好，我讲你歹。所以政治是无是非的吼。所以我比政治的迫害，甚至去关几个月啊。我对政治本来是非常失望的。但是直到咱赖清德先生呢来选总统，搁咱台南哦。规个清一色拢是绿色，对啊。台南是一个淳朴的城市，今卖香港是一个乌金的城市，做一个台南市民，我认为讲，我个人应该有使命感，我嘛要有责任感。是。我若要过着生活吼，轻松我会当过得足轻松。对啊。但是我看到市民的权益拢被忽视，市民知的权利啊，已经拢去用剥夺啦。那么清一色拢民进党执政的结果，有遮尔侪非律的声音拢无代表性，所以我认为讲我有需要来争取一些，为市民来发声，甚至互百姓一个知的权利，恢复咱台南一个淳朴的城市。过去咱遮尔淳朴，即摆人讲乌金嘛，咱应该遮侪必然啦，应该爱讲个清楚，互互咱台南市啊，政治更较清明。所以就感觉讲哦，袂使互咱台南市全部拢劣色清一色，然后讲话都是一言堂，拢是讲一遍的哦。所以吼，咱李全教委员即届呢要来投入第4选区的立委选举啦。其实讲到吼，咱李全教委员哦，伊顶一届吼，大家印象较深的，就是讲吼，咧担任咱台南市议会议长嘛。迄个时阵呢，咱的台南市长就是赖清德，即马的副总统嘛是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吼。当时呢，我们知道说。那时候的台南市长赖清德，佮曾经因为呢李全教委员迄阵是议长，所以呢，伊创下一个纪录，就是232天无进入议会。结果迄阵嘛，造成讲吼台南市天高咧严重的情形吼，被批评啦吼。到底你和赖清德之间吼，有啥物款的恩怨情仇？可能真侪人要了解讲，为什么伊为着你232天无要入去台南市议会？赖清德要安尼讲吼，咱台南人有当时会拍牌嘛吼，消遣嘛，跋筊嘛。人讲跋输筊跟冰岛算无风度嘛吼。咱的赖市长，伊的个性是跋输筊、冰岛以外呢，佮偷偷去报警察来掠筊。所以咯，伊的个性较阴啊。要安怎讲？那我要批评伊，就是讲，那我是直来直往。男子汉大丈夫对就是对，唔对就唔对，唔对就是唔对嘛。但是我认为伊的个性啊，第一点独裁，第二点吼较阴沉。苏当时伊初选市长的时阵哦，我的表兄弟，因为迄阵我也要选嘛。所以我有靠真济人，我表兄弟迄阵就挺立个来问讲是毋是要挺着赖清德。迄阵我认为讲我靠家安尼，我表兄弟就挺立个，无好啊，你要挺伊就挺伊啊。算我对伊嘛有真大的情分啦。那么选议长是一个足公平的竞争嘛。伊曾经要选议长之前，甲我讲伊上少37票拍底，结果伊都毋是
真正要选议长，要提名议长嘛，伊就要拣一个细汉的来去做伊的伙仔嘛。啊，所有民进党议员当然不好嘛。民进党议员什么人的能力、魄力，嘛拢比苏当时的赖议长较自信。所以大家不服，大家拢来找我，讲只要我若出选，要听我。所以赖市长选输了，全面闭面啦。啊，闭面无大劲，佮联合这个陈美玲，苏当时的检察长陈美玲的同学吼，一大堆人安尼甲我迫害。这个迫害的过程吼，匪夷所思啦。中华民国的司法吼，安尼对待一个人，等下我若讲互大家听吼，可能大家会感觉足意外。就是讲第一点，因甲我收押安怎收押的？讲我是税单、汇款单，啥物我有游艇走去大陆摕现金。啊，证据明确讲为着串证吼，所以爱收押。爱收押，惊串证安尼哦。结果2个月后放出来，什么都没有，所有讲这甲收押的理由，拢是骗人。遐讲有证据，拢无证据。拢无，完全无。啊，这第一点，第二点，我的判决。因讲我双重贿选。这是咧甲我抹黑啊。对。我的议员无起诉，啊，不但无起诉。中华民国的司法内底有无起诉，佮送去高检送倒来庭审，无起诉，佮送去佮送倒来庭审，无起诉，佮送去佮送倒来庭审，四届拢无起诉。所以议员贿选的部分就是送4届安尼吼，来来回回拢无起诉。啊，拢无起诉，依法律当然就无起诉啊。所以因讲我双重贿选，那是拢完全是抹黑。那么议长呢？我是安怎判决的，你知无？最高法院讲你完全无查到任何证据，你哪会当共判罪？那么高等法院尾啊，所有庭长男士退休，就申请回避。我的判决是法官哦，唔是庭长哦。家己去找2个法官来组一个合议庭，甲我判决的。安尼中华民国的司法对我有特别无？有特别。甲我判，我规世地人读到博士，我也无犯过罪。一档以下的刑责是咱刑法内底上轻的，是2审定谳哦。我袂当上诉，甲检察官会当上诉。是。结果检察官甲我起诉的理由是贿选嘛，对无？对。议长甲我起诉是讲我贿选嘛，结果判决毋是贿选嘛，是舞弊嘛，舞弊是思想犯嘛，对，预备贿选。我并无贿选嘛，啊，判决交你起诉的理由无共，检察官是毋是爱甲我上诉？依法你规定爱甲我上诉啊？歹势，伊无爱甲我上诉。对啊，迄一届较奇怪，无甲你上诉。无甲我上诉，当我二审确定，害我几个月嘛无甲我反刑。坚持要甲我关。我的议长就是安尼。所以人讲我贿选，从头到尾我若贿选，我今仔袂当选。对。我的议员，我的议长，并无贿选的代志发生。对。所以其实伫咧即个贿选的部分吼，咱知影讲李全教委员，你之前嘛有讲着啦吼，并无查到任何的金流，啊，结果迄阵原本是一开始是给你判4档，后壁改做高个位，高个位时阵没有查到任何金流，结果那个检察官他们又放弃上诉，所以就变成你感觉讲莫名其妙，怎么会被这样被关？莫名其妙。你认为我有罪？你应该爱甲我上诉嘛？对啊，对无？对。你认为我贿选爱甲我上诉？贿选是3档以上。判9个月，你是安怎无要上诉？对，伊都要放弃因为你惊嘛，惊我连工若判无罪，司法要安怎赔我？你检察官你要安怎负责任？所以事实你清楚清楚，李宣教并无贿选，是政治的迫害，不但是安尼，是政治结合司法来迫害我。所以你就是吼认为讲啊，伊嘛甲乡亲讲得清楚啊吼，为什么
咱委员的坚持讲，哦，这就是政治迫害，事实是让人家匪夷所思啊！吼，这种判决真的蛮奇怪的。讲你照你讲贿选呢，应该是3档以上的罪，啊，但是后壁呢，吼高分院伊来判讲变做高个位的时阵，啊，结果高分检检察官竟然无要上诉。无要上诉的是代表说，他认为说，你没有贿选，因为要3年以上啊，9个月的话，怎么会算是贿选？对不？而且查不到金流嘛，结果这件事情就变得有点莫名其妙，对不对？所以有点罗生门啊，所以这个过程里面，三立电视台啦，尤其是三立啦，民视啦，每天日夜跟我报了几个月，在民众的心目中，伊拢认为讲，哇，你就是贿选，我就是贿选，对啊，结果事实。李宣教并无贿选，啊，为什么？三立哪会安尼甲报？因为三立交三地，离咱台南差土地，一个学校用地，俗俗啊去甲买。赖清德先生呢，就将学校用地，甲变做建筑用地。你毋知赚偌济钱？啊，当然三立伊赚钱啊，伊拢报赖清德的好话啊，啊，拢硬甲我学。我学讲我是乌金，转到我一个庄脚囡仔，我互社会栽培。我是一个农家子弟，阮老爸老母遮尔辛苦甲我送出国留学，读到博士，我是归国学人呢。我伫大学，昆山科技大学、台北科技大学，我教了要甲4档的册。我对也学，啊，我对也金。你要讲金，是咧讲我议长嘛？啊，我议长有任何金钱牵涉吗？所以乌金的名是三立互我的，为什么？啊，三立都赖清德拢有趁钱，所以拢骂我，啊，拢捧赖清德嘛。结果捧甲伤过分啦，伤假啊啦。就是讲0206维冠大楼死遐侪人，照你讲，赖清德232天无入议会哦。伊的民调已经từ 50%步来到30几%咧，结果咱一个维冠大楼死遮尔侪人，照你讲，对伊是足大冲击嘛？毋是，所有的媒体日甲夜，伊去啊8点钟指挥的，结果规工24小时一直报，一直报，一直报，报赖清德认真甲，伊一工去8点钟，认真甲报的拢会开喙。报伊伫高铁一个保健科医生，伫高铁会当救人，媒体拢翕袂到。甚至最近报伊讲，大学生当场感谢伊讲，哦，感谢哦，甲伊哦要降学费。结果大学生演者伤假吼，教授伫后壁一直逼讲，你来开始讲啊，开始讲啊，全部在演戏。我觉得政治唔通遮尔假，演戏。慢慢安尼演啊，安尼政治的已经上无意思啊，上过假啊。对，所以咱今日较特别请到委员哦，来节目当中甲一寡吼，伊感觉讲这是事实，甲抹黑的所在，咱互委员来澄清互清楚啦吼。啊，拄则针对着讲这个议员啊，还有议长贿选这个案吼，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乌龙吼？咱委员嘛有讲了诚清楚吼。好，按另外来讲日前啦吼，国民党团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哦，有特别召开一个记者会，就是讲吼林怡锦你的对手。好，林怡锦呢贿选抓到了啊？为什么说他贿选抓到了呢？我们先来看这段新闻影片。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书记长蔡耀辉、市员王家珍、林彦竹、柯志春、尤英志6日中午伫议会召开记者会，指控立委林怡景伫今年9月伫永康区发送白米、泡面、蔬菜等生活物资，并提出现场翕到的赖清德林怡景服务团队相片，指控林怡景贿选。一公斤的有品牌草100块到120块，无品牌草45块，45块到50块。这米到底几公斤啦？吼，第一，蔬菜吼，米粉。米粉啊，蔬菜我是唔知啦，但是我平常讲米粉啦吼。第三，泡面会过期袂啦吼。那么假借各种名义行贿选之实，这样子的包装起来的，明明是在贿选，可是包装了他们如此的体恤孤老弱势，我严重的谴责啊！
国家已经是他们家了，国家的资源是不是都是你们在用？领取的人的对象是不是一般民众，还是属于你办公室结合的团队的一个聚肉救苦？那他的对象，好，因为跟他现在是一个选举之间的敏感时刻，所以属于一般民众的话，我们会变成会连结是一个企业的贿选。记者会开到一半，林义景的子弟兵议员朱正轩也告中自拍，这个举动也引起国民党团不满，双方性爆发口角，后来演变成为肢体冲突。过程中，朱正轩也告发林彦竹列防文义偌济钱，并质疑国民党团是为李专告转移乌警的焦点。国民党团宣导各位者，为了帮李全教转移黑心的焦点，国民党团为了帮李全教转移黑心的焦点，做这种事情。你另外去开你的，你另外去开。国民党团为了帮李全教转移黑心的焦点，闹什么啊？你另外去开你自己的，你进来这边干什么？国民党团为了帮李全教转移黑心的焦点，现在开到记者会，我就直接拿我的资料拿给我。做什么啊？李彦祖议员。干什么啊你？干什么啊你？我就问一个问题，我就问一个问题，李彦祖议员，你的防蚊液多少钱？你的杀虫剂多少钱？国民党团也表示，朱正轩来闹场是咧转移贿选的焦点，对着林义景送物资的代志，蔡岳辉表示，若是一礼拜内检方无办，伊将会到台南地检署尽责抗议。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拄则发生伫日前的新闻，就讲台南市议会的国民党团啊因就是有去翕着讲即个林义景的子弟兵呢，朱正轩因就是有去一个立换竞选的执行总干事，执行总干事对，然后他就是去一个里，然后发放了北米啦、米粉啦、泡米啦、蔬菜丁这些补助。那我们现在就是规定说，竞选的那种东西大概就是30块以内嘛。但是呢，国民党团讲这加加的几啊百，那这不是贿选吗？但是呢，这个子弟兵总干事呢，走到了现场去共踢馆，人开记者会走来遮踢馆踢馆内面搁底下大声话讲，安尼林彦祖伊嘛是有上这个防蚊液偌济钱所以这件代志我想来请教委员的意见。是这个朱正轩这个是小拍鸡啊。小拍鸡为安尼讲？就咱台湾人来讲，这做野蛮。亲门大户，领导咧创啊，伊亲门大户去共闹场，佮发生这个肢体的冲突啊。对。我认为伊是咧转移焦点，为什么？伊讲什么人送啥，你长也好，议员也好，恁什么拢会当送，只要是你公益的，无干涉选举拢会当送。那么若是讲你干涉选举的，咱的政府规定做清楚，就是30%。做清楚嘛。检察官伫各分局来宣导的时候嘛，敢讲嘛。恁既然选举啊，恁送的物件袂使超过30块。结果伊穿林义景甲赖清德的衫毋是伊一个人包括伊的助理拢穿竞选的衫，而遐发白米、米粉、泡面、菜，一项加起来过600块。你若是讲，你的对象是固定的，像咱公所有登记有案的中介收入户嘛，这个还说得过去嘛？不是因是伫路边来者有份来的当领的。来的排长龙分5点钟。迄相片足清楚嘛，来的拢送一包几百块的物件，而且穿的就是候选人的衫。若这不是贿选，啥物叫贿选？咱足简单嘛，咱问咱。检察长嘛，甲检察官嘛，恁伫分局甲讲的，明确甲讲，这叫做贿选啊。伊若是讲毋是贿选，安尼我嘛会当做咯。是毋是安尼呢？所以啦，林义景贿选的事实啊，非常的明确。人国民党团甲无党籍党团咧开记者会，伊开始入去共闹场，转移焦点，讲别人有送啥，别人送啥，迄因的代志嘛。你着送啥，议员送啥，你拢会使送，只要恁袂使干涉选举，讲送的是为候选人送的，还是讲有假物仔送的，还是讲有拜托恁来支持送嘛？讲迄个代志，大家嘛会当做。
但是绝对袂使干涉着选举，对干涉着选举就是贿选。所以这件吼后续就是互检调去来做调查啦，吼对。啊，另外就是讲吼，咱就是拢一直听着讲哦，可能有对一寡传闻是针对你的，啊，咱今仔日就好好清楚来甲咱的乡亲讲互清楚，包括讲你拢去抢买鱼阮啊地啦，吼啊讲你买鱼阮啊地啊来种田啦，吼安尼就是赚钱。吼啊，另外经商吼，可能就是有做一寡什物沙巴鱼的生意啦，啊，佮有吼，这些指控啦，我想吼，委员你当甲咱的乡亲说明一下无？首先，我为着咱台南的山区卖水果，海边卖鱼仔，我而且讲，若山区卖水果专搞替恁推销，还是海边卖鱼仔专搞有甲恁趁钱的，拜托我选举期间随时提出检举，我随退选。我为弱势的渔民、农民一世人服务，完全是义务。而且人来客去，请我还阁家己开家己的钱去请人。这足清楚。所以这拢是义务，你无趁钱，无趁钱结果皇宫甲你咧做三百二生理，水果生理。袂正经。结果我做这个代志的时阵，苏当时有人去咧做嘛，包括郑西翁议员迄苏当时，因嘛无当时个偏绿的啊。因来拜托我帮忙因的时阵，因甲我讲袂好啊。320一公斤啊，45块。因大2块爱搁收成，爱搁办出口，会了钱。对。来找我，甲我讲，是毋是会当甲渔民讲，看会当打较济，互因通卖了钱。我搁拜托因讲，千万毋通，咱对渔民就是服务。你若要趁钱，应该将320用加工渔网去趁。纯粹掠鱼的所有利润全部咱互咱的渔民。这足清楚，渔民有遮认识，听着转告的声音啦，是转告讲的无事实，麻烦恁随时会当发声，随时会当检举。那么太阳能这个代志是民进党贪污乌金，结果互掠着。即摆转移焦点，讲你转告嘛有在做太阳能呢？你若乌金歹势，你转到读电机啦。我一路行来，我读电机的。对。我捌投资一间上市公司，是咧做电机的。那么所有的太阳能会甲公司买电机嘛？我嘛毋是经营者，我是投资者嘛。毋是我管理的啦。大家知影讲我有投资这间公司，电机袂有太阳能，安尼讲我乌金。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因苏当时若是讲人咧做太阳能，去共包工课做，凡是上市公司会去包工课做，讲叫做乌金，歹势吼。啥物叫乌金？我甲大家报告，太阳能是一个干净能源，百姓会苛刻讲卖做太阳能，是讲你讲做太阳能，妨害着沿海生态、景观，安尼以外。搁一个乌金最严重是啥呢？是安那你土地送审会过，我送审袂过。对，这是人咧讲啊。因为你有包红包，所以你会过，我无包红包袂过。这第一点。第二点，你申请馈限，馈限拢是经济部的台电嘛。对。送有法当控制经济部的台电，执政党的派系嘛。有的人你要牵变电所，台电甲你牵去你的身边。我申请，我爱开1亿，才家己去牵。所以演变讲会包红包送钱，这毋才算是乌金嘛。歹势阮是在野党啦阮若莫讲我无做太阳能啦，就算我有做太阳能，执政党嘛无可能转交过啦。所以民进党甲因新潮流的派系。不要得了便宜又卖乖。人讲你趁钱，你当我设一个焦点，打无节战术，模糊焦点，讲你专搞后咧做太阳能，后土地，歹势阮家族有土地，甲恁斗啥物代志啊？阮斗的土地要出租，袂使哦。是讲我卖基电互人，安尼后卡了太阳能吗？你硬要甲我拗了吗？歹势。我有讲着，宣告若有去干涉任何太阳能的乌金，只要摕出来，我马上
马上退出政坛。哇！我讲啊足清楚，所以拜托民进党吼，唔通搁来这套啊！包括赖清德呢，来台南徛台呢，伊可能哦，无讲我伊足艰苦的款啦。徛台讲，这个猫咪人是88枪有砍下的，迄个是李全教的朋友。对啊，拢讲你朋友歹势咧。吼，迄个叫赖清德嘛足好，赖清德来参加活动吼，拢甲安尼叫伊足亲热。人是庙的主任委员呢，咱政治人物当然大家嘛有交情，88枪上严重的问题是上工摕红包，结果无分配予地方，像影响地方的生态嘛，你总是地方的回馈嘛，结果关瓦旁，就那亲像迄个开前迄个讲的，时间退去。地方的回馈拢无互人，当然人反弹，唔通搁赖别人啊啦。88枪吼，照你讲，业者已经有去做污点证人啦。以阮的了解，地检署已经有相关的证据啊。谁人唔敢查？应该调查到底，到底88枪上提钱无本了，上提钱有管理的人嘛？你看，阮敢有可能提钱？都是有管理当核准的人，唔才有法当提钱，还是白手套嘛，足清楚啊嘛。所以拜托吼，唔通吼，搁牵拖到别遐去啊。这吼，执政党、司法单位，你若有司法良心啦，拜托的，公布恁的调查结果，代志就足清楚啊嘛。是安那88千调查到即摆无结果，是安那会开88千？人已经做污点证人啊，你唔得爱办，因行去办着因民进党重要的政治人物啦。我而且真负责任讲，大家若认为无影吼，大家看后续的发展啦。今仔日若活动执行，我相信啥物人提钱，就清清楚楚，因为已经有人吃罪啊啦。所以这个代志，民进党拜托唔通搁拗落啊。对啦，所以这个88千，这大家拢足关心，但是吼，一般民众听到后壁拢感觉讲，为什么检察官迄边吼，就是讲检调单位，处理到即马，大家拢莫名其妙，但是咱听到的传闻拢讲，伊是你的好朋友啊，所以即届你出来澄清，毋是，伊和大家拢好朋友。歹势吼，我已经讲啊，88千的关键人物是提钱的人呢。王文忠。我无晓认伊是我的朋友哦，伊嘛是赖清德的朋友哦。但是伊敢是提钱的人？毋是呢。提钱的人是有管理的人呢。开清上最主要的理由是提钱的人无本了，分配不均，规碗旁才会有88枪嘛。对。今仔犯罪人就爱受制裁嘛。结果有足侪人犯罪人，米里后壁，执政党唔敢办啊。这才是重点啊！对不？对啊，所以咱希望讲检调较紧，甲即个代志调查好清楚，让它水落石出嘛吼。无大家民众嘛是看甲无啥吼。好另外都甲委员嘛讲着，如果说有去赚渔民的钱呐，有涉及这个光电的利益吼，伊愿意来退出政坛。所以刚底下咧安尼讲这，咱这是录影吼，一直存在的哦，就是说告诉你调这个大出来看吼，就是说到做到，所以表示说，委员觉得自己很光明磊落，对啊，无问题，他敢来讲这个话啦。好，咱咧讲咧回到即届咱的选举吼，咱知影讲你即马也是国民党员对无？结果你即届用无党来参选，那这个的话，为什么你要用无党？我们知道说国民党在有征召啊、提名跟开放，你的部分的是变作是开放给你来选，所以为什么即届你要用国民党，要用无党？即摆落水溪以南吼，汇率是零啦，汇率是零，大环境就无法度嘛吼。迄个单一选区2票制，一票总统，一票立委。你伫南部，你就是零嘛。所以你若用国民党对民进党，毋是讲咱唔挂国民党，我是国民党员啊。对啊。但是挂国民党去对民进党，你就是选袂掉嘛。尤其这道，我是绝对主张爱非律大联合啊。非律大联合。既然我主张非律大联合，我就是希望非律。无分任何党派，大家结合做伙，共同会当下架
这个贪污的政府，这是我的主张。希望会当打破台南一党独大嘛。这是我的主张，所以我坚持要用无党的参选。我希望只要你唔是亲历的，你的意识你都无亲历袂投一个，你会去投。只要你唔是亲历的，互李全教一个机会。第一点，我服务足认真。每一个礼拜，大家随时拢看我会到。过去我所有3任立委做议长，遮尔济服务案件人事经费，我公开甲咱所有台南市的市民讲，民意代表收红包，人讲善中求，莫恶中处，人欢喜要互你的，你会使收，我无反对。但是你全教，包括善中求的红包，一世人，我的服务案件。我拒绝收红包，任何人包红包给我，从因一个银行的经理，包来一个箱仔内底顶悬去碰过下骹转现金吧。我某唔使甲收起，你知无？我倒来看到，我随卡互对方，我讲你随来退转去，我碰过甲你收起，钱你退转去，吼，我一世人的坚持，我就是安尼，吼，我李全教的服务案件。我绝对无可能讲摕任何红包，我相信咱的对手，希望你若同款会当比较我的道德标准，甲咱所有台南市的市民，甲永康新化新市的市民讲你将近遮尔久，服务案件毋捌收过红包，我想啦，这是我参选，互百姓感觉骄傲的，支持我李全教第一点。服务无条件，第二点服务认真，第三点你随时找到我的人，袂讲选掉了2-3档无看人。所以啦，我认为讲做一个民意代表，除了国会文情立法、符合里面的法案，立法年有足侪李全教法案、李全教条款。我伫做立委，我的助理费拢无够，我还搁家己谈家己谈，因为研究足侪重大的法案。像都市计划法修正案呐，这个地价税、房屋税的修正案呐，迄法案拢爱参考世界各国的，你爱聘请教授，聘请教授拢真贵咧，你的助理费，你普通时都有请助理啊，你另外爱搁开钱来做研究，这个钱转到做立委期间，我就是安尼做，而且我8礼拜，我一定倒转来咱家己的故乡，来接受咱选民的服务。所以大家随时看我会到，所以我认为讲，互参加一届机会，我认为这是台南人有这届机会啦，有一个认真拍拼的立委来甲大家做代志。好，所以吼，其实咱即马伫咧就街头巷尾啊，嘛是有看到一寡扛棒吼，除了你个人的扛棒以外，也有跟这个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哈塔车会这个竞选的扛棒啊，所以其实你刚才说是非绿用支持嘛，这个扛棒的部分，你是较支持国民党吗？还是说非绿其他的人，你有去接触过吗？我非绿的主张就是讲，只要对百姓是好的政见，我拢采纳。是。国民党还有伊就讲那个巴士量表，你80岁以上，你唔能够提供。对70岁以上，你若癌症第2期，你何必去提供？我感觉这个政见对咱百姓足好。对啊，因为即马足侪人迄照顾对人真正是沉重的负担。所以我赞同你好友以这个政见。是。所以我愿意交你做伙，牵出来共同支持这个政见。是。你这个柯文哲，你主张内阁制，主张成立特侦组。主张下诈 NCC，我认为讲这会当啊，行咱百姓，一个清廉、清气的这个政治环境，我支持。同款我嘛会当交你柯文哲，就同款的政见来挂牌啊，共同来主张。所以非绿的这个主张就是讲，我以无党籍参选，就是只要咱理念同款的，咱拢会当共同来合作。只要是为百姓好的，我拢愿意交大家合作。
好，所以这是伫吼，就是非律，你只要认为讲迄个证件是你认同的你就会跟他一起踩扛棒，然后一起争取我们选民的认同啊。另外对针对你自己个人的政见方面，你干嘛讲？你个人的政见，你主要的诉求有哪些？是不是跟我们的民众来说明？是简单讲啦进咱中央这党过，是，我看了这点，我感觉足悲哀的。啊啦，台南的地价税、房屋税全部上悬啦。这咱赖清德先生甲咱起的，起1倍以上啦。那么咱在今年7月开始，才渐渐有所谓的65岁以上咱的健保免费，结果还搁设排付嘞。对，那之前好像也是那个谢龙介委员他提出来，对不对？咱台南的福利是全国6都上歹。健保费咱唔咧纳，咱咧纳。年长人拢有津贴，咱台南市年长拢无津贴。办代志叫你办，结果呢，年长拢无报家己。咱别县市拢有啊。照你讲的同工同酬嘛。对啊。来，你看，咱的中央节的敬老金，全台湾省6都，咱上低1000块。1000块。我感觉足奇怪呢。立法院咱行政院每一档有统筹分配税款嘛，每一档互几十亿到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互各县市政府嘛。你像这敬老金，3节的敬老金，你应该是6都拢同款嘛。对啊。借钱以后拜托的，我的证件就是唔通各县市家己发啦。各县市家己发都有大细汉啊。对啊。你桃园较大牌哦，你市中较大牌，我台南较无钱。对。大家6都拢平息。中央统一发，你若敬老金是中央节要发2500，咱大家拢2500，对。唔通别人2500，台南1000块。加1000块这是我的证件。我认为讲这证件足简单做会到，以后由中央统一公平发放，这第一点。第二点，咱中央的政策蔡英文要做总统的时阵提一个吹哨者保护法，就是讲咱若违法，你去检举，咱的法律是保障这个检举的人对。我先澄清啦我反对交通黑白检举啦交通黑白检举人有争议性的、无违法的，你人检举产生人心惶惶啦。对。我今咧讲的检举是重大贪污事件，你若知影一贪就几亿，这是咱百姓会看钱的。我要讲的检举是这大条的，这个咱百姓会看钱。这款过去有特侦组在办，现在这个咱蔡英文总统讲吹哨子保护法要通过，结果呢，因执政了6冬外拢无通过。拢无通过。这应该要有通过，才会禁止这个高级官员贪污啦。才会自从咱百姓汇款钱、纳税钱，拢放伫咱的建设啦，袂拢第二年落地啊嘛。这已经上离谱啊嘛。除咱的疫苗啦、鸡卵啦、咱的快筛啦、棒球场啦，对一件无。对无？这款一定要严办。严办伊就唔敢嘛，唔敢就会当替咱百姓省税嘛。你看，阮做立委的时阵，咱国家的税入税出是平衡的哦。你一档，譬如讲你要开2条，你收税会当收2条呢。你若讲有加收，就要延期到明年通用嘛。咱这个政府唔是呢，今年加收2000亿，明年加收3000亿，后年搁加收3000亿。去互人硬骂讲，你干脆去咱百姓因兜抢钱好啦，较会使安尼。你税入税出是法律这个有算法的规定，你煞无限制你去甲百姓咧抢钱。你加收2000亿，唔得爱用到明年使用。咱的政府去互骂摕几百亿出来，将分6000块，安尼准拄好啦。这已经整个国家已经无体制啊。安尼是唔对的，我是安那要选立委，我认为讲，咱政府的体制、国家的体制一定要维持。体制若要维持，变成是一个民主的独裁，那么咱的国家就害去啊。社会若要是非，咱栽培囡仔要创啊，咱栽培后生查囝，
若无受贿无乌白，若咱的囡仔无将来，甚至将来爱搁去做兵，去上战场的话，我问你，你选这政治人物是要创啊？对，这嘛是吼，做侪民众咧烦恼的所在啦吼。所以如果会当尽力的法医，所以委员就会去推动遮的法案吼来进行改革。好，啊，咱来讲即届选举，因为民进党为2008年开始伫台南市的立委选举，拢是全雷打吼，全部拢调拢民进党的。你即届你有信心互伊变盘无？安尼讲啦吼，选举阮绝对有信心。但是阮永远的感觉，阮搁欠票。啊，伫我的选区内底吼，我要甲咱永康生活新区支持宣告也好，还是坚持即个本土民主意识，咱才会先进朋友也好。恁需要一个真正的民主，真真正正有法度人发声，伫各个发声，为发动电做代志的，拜托恁来支持宣告啊！宣告啊，即道卡卡，搁输小看，当咱亲像外口在传传的啊。有那个早鸟赌盘，讲李义锦有你5000讲李义锦赢我5000，我感觉对。你感觉对吗？我感觉李义锦哦赢我小看，但是若是咱的支持者，爱是讲真真正正爱即块土地，咱才会好朋友。恁甲一个人加友几票啊？我认为讲差这小看呢，宣告有可能会当选。我搁补充一下，我的哥哥是始终的民进党。黄信介时代、柯信良的时代，伊是上少的，逐工哦在对遮演讲的。我亲身见证的，我是一个本土派、本土意识非常强的人。曾几何时啦？所有台湾这有理念的、真真正正为民主出钱出力、加牺牲的人，已经攞民进党赶出去。真的过去有理念。有本土意识、台湾意识，真真正正为台湾人在拍拼，民进党已经无去啊。剩的，这个民进党叫做新潮流党啊。新潮流党存在咧创啊，讲的就是利益啦。所以我认为讲，一个追求民主的人，民主政治拢也无共党派啦。一定爱有无共党存在，但是不管你什么党。拢是要为百姓、为民主来努力来奋斗，所以我感觉讲，民进党已经偏差了上远去啊！拜托过去追求民主这有志之士呢，直到互你宣告一个机会，宣告别互大家失望。所以吼，那个赌盘那个，你就感觉讲，其实你票数含真正林义锦安尼看起来应该是差无偌济吼，搁较拍拼一点嘛，机会足大呢。输小看啦，所以吼，若搁努力一下有可能啦。而且我甲四中的民进党吼，这朋友话，伊个民进党无力的投袂落四中的哦。我的朋友。对。伊讲吼，咱虽然做朋友呢，但是伊一世人拢投民进党呢。我讲安尼啦。即个林义锦也无调吼，凡是伊官去做较大啦。所以吼，你若安尼想吼，你要投我这票就足简单啦，对无？对。因为大家嘛知影宣告服务好，佫无咧收红包，适合做民意代表入去做国会。啊，你著想讲，你著若无投互伊，凡是伊官做较大，安尼你著想着著做欢喜啊？为什么？伊是赖清德的亲信呢？伊是正港的新潮流呢。对，嘛算伊的子弟兵啊。哦对啊，所以民进党遮人才派系，啥物人毋知新潮流是啥物物件？对，所以吼，即届其实咱台南市啦吼，拢发生做一些治安的事件。就刚才讲的那个枪击案以外，然后还有什么炉渣案呐、然后另外的讲吼，最近今年啊，咱台南市天狗咧有够严重，19000多例，即要破2万例啊。所以呢，其实民众拢就是其实对民生治安方面吼，拢感觉很忧心。你感觉讲这敢会冲击到总统跟立委的选情？这是我这道选举的一个足重要原因嘛。台南市是足顺破咱南部人、台南人过去，人方讲的是非常忠实故意破失的。对啊。结果台南市真互外县市讲你台南市乌金啦，台南市哦上好莫去讲台南市定到这上严重，事实啦，全省就是台南市定到这上严重。是安怎定到这拄对来？
就是赖清德做市长的时阵，伊坚持232天无要入国会嘛。你无要入国会，你的什物民主的坚持啦吼，你要做律师也好啦。非得你选市长是根据宪法、根据法律选的市长，结果你唔遵守法律，唔遵守宪法，伊是叫监察院迄个工程会处分的呢。结果伊也感觉伊做公平，我唔知。无要紧，你唔入来。历史对你有评价，但是你总是官员爱办代志办，对不对？赖清德不但伊唔入来，伊禁止所有的官员入来议会。这是民主政治上可体的代志。就你等于无受监督，无要办代志吧？对。顶到这遮尔严重，南北民意代表要接顺一个政府官员，伊拢无爱入来。这就是苏东市的赖清德，产生顶到这扩散严重400外个人的时阵，赖清德是安怎入议会的？你毋知？是互网啊赶入来呢，毋是伊要入来呢。伊认为讲人搁继续死了，伊挡袂牢啊嘛。这我认为讲一个政治人物吼，死遮尔济人哦，就那亲像吼一寡司法官共冤枉。产生人家破人亡，啊！你施政不当，甚至渎职，害死遮侪人，你对你是有业障的呢？你的良心敢会当过？从迄阵开始，台南市的顶高这就是全国上悬的。对啊。到今年，今年特别严重。今年是安怎较较严重？因为5月迄例，根据咱所谓了解，5月第1例的时阵，咱市府的时阵哦。这个全民偏杀，并无真齐全啦，引起迄个开始去顶别人。这个疫情拓开了后，要控制已经控制袂住啊。对。所以你顶到这，互咱台南市民是非常的恐慌啊！我感觉讲，做一个台南市人，敢真正就遮可怜。民进党毋是恁老爸恁老母啦，做了好继续做嘛，民主政治嘛，做了歹。老实讲，本来就爱换人做的，这毋才叫做民主。所以我认为讲，台南市做一个市民，第一点地区税帮我税上悬。第二点，我拄仔讲的，咱的迄个福利上歹。包括咱的这个老人福利金3节的这个敬老金啦，包括咱的健保啦，种种拢是上介歹。我认为讲。台南市才支持民进党，民进党应该对台南市搁较好，毋才对。确实，民进党看台南市是一个战乱啦，就是讲啊，反正恁台南市民都一定爱支持我，无支持我民进党啦，无支持我民进党袂使啦。我毋免对你好，你也就是爱支持我民进党。那安尼，咱的百姓就真无辜。所以，咱身为一个有知识的台南市民，应该是爱家己去思考未来这条路，唔为你家己思考，嘛为你的家里世世、你的孙仔来思考这个问题。好，来最近其实就是有一寡民调都显示说，可能有差不多大约60%左右希望下架民进党，所以变成讲有这个蓝白合蓝白合最近嘛吵甲轰轰烈烈所以针对蓝白合你的看法咧？蓝白若无合，赖清德大家拢知嘛，就真有可能会动手。对啊，会动手。咱是安那超过60%希望下架民进党。我拄仔讲过，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民主政治拢有需要无共政党存在。但是民主政治的真正的核心的精神，就是做好继续做。做歹换人做，安尼毋才有一个监督。民主就是制衡，没有制衡就是无民主。若是一党独大，莫讲台湾全世界拢共款啦。贪污啦、腐败啦，都拢会发生啦。所以即道既然民有超过60%希望蓝白合，我呼吁蓝白遮的领导人恁家己爱去思考。多一点大我，少一点小我，为百姓来
加想过看百姓的需要嘛。百姓需要讲来，希望自从这政党换掉，来为百姓做一寡代志。这确实恁为私心淡仔济，产生袂下，若继续保送这个执政党继续连任，我感觉最终啦，若无下，选民会唾弃相关的政治人物。因像你讲啊，恁假是袂下，互阮失望啦，啊，阮就卖投票。所以我感觉这个蓝白这个领导人家己好啊想看卖啊。恁唔通为家己啦，爱为百姓想看卖啊。即马目前的情势，感觉讲，柯文哲感觉讲吼，哇，他的声势很好，吼，伊声势真赞呐，吼，应该伊做大，吼，啊，侯友宜来做副的，啊，但是问题就是讲，国民党你是遐尼大的政党，你哪有可能讲吼柯文哲去做大？啊，针对这点你的看法，你感觉讲谁应该副，谁应该正？我伫美国10外冬吼，是全世界各国，我全世界走透透。什么叫民主我捌？世界各民主国家的政风、民情、法律、规章、社会文化，我太了解了。我甲百姓讲，党大县长、市长恁较侪人，立委恁较侪识，这关系啥？关系未来内阁的部会首长的识处嘛。关系到立法院未来领导人的识处嘛。但是总统上甲上副，加一个考虑，安怎搭配，较是票数上悬。哦，唔通去讲上较大党，上较小党。是，我讲啊，应该做清楚啊。嘿。所以你就认为讲，安怎搭配起来选票上济，对就是用迄做诶组合就对啊。你袂使搁去讲我是国民党的啦，讲安尼对我国民党歹势啦。但是你要讲你的党较大，县市长较济，立委即摆较济。对。你应该是针对未来当选了后内阁，10个部会你会当接8个啊。立法院领导人你会当派嘛。但是总统上甲上副。唔是真咧讨论啊，是讨论看什么配是可和配的票较悬，还是可可配的票较悬嘛？应该做清楚吧？这民主国家，大家有意识的人都非常了解嘛。谁在拘泥这个方面造成破局啊，谁就是罪人。对，所以得爱依讲吼，可以胜出的那个组合才是最棒的组合。好，咱今仔日吼，请着李宣教委员到咱的节目当中吼，啊，甲一寡代志吼，进前可能大家拢无啥误会，你拢甲定清好清楚啊。所以伫咱节目的最后呢，你阁有啥物话要甲咱的选民讲无？是，我想咱第一需要的百姓，人讲莫忘世上苦人多啦。我拄伫山区选议员的时候，我唔知影山区吼。咱年纪超过60岁的妇人人有一半走路拢有问题。因上山顶去攀山啊，去山顶去拖遮的物件，到50-60岁拢袂行，拢夜拐啊。对，因为迄骹头有沉重，骹头有大家拢出问题，因的生活甚至足侪人拢无法度照顾，拢爱请外劳，拢爱请人照顾，所以84量表。你甲规定到遐严，做严格诶，好对无？这是百姓艰苦人的心声吧？来，健保，你讲排付，我甲大家报告来。有钱人，你讲要6000块吼，叫伊开一台免费机，领6000块，足侪人有钱人唔领的啦。但是你排付的结果，我足侪人来甲我真情啦，孤单老人啦，有老有囝啦，结果因囝也唔饲伊啦。对啊。伊倒一间厝，老厝。啊，一寡土地，啊，家一个孤单老人，有艰苦无？艰苦人，伊敢会当卖地，敢会当卖厝？你著叫伊去跳楼啦！老岁仔人，你叫伊卖地卖厝？对啊，对无？伊一世人凡事个存无几当人活，结果你健保费免费，无包括遮个人。所以，即款的福利的政策，应该是爱全民拢共款，不要排富。你要排富会使。排啥？讲你每一档的收入，若超过几十万的，你袂使领，你袂使
劳保免费。好，你应该是用安尼啊，你唔通凊彩画一个，结果连一寡艰苦人，你也画着啊。对对。吼，社会还佫有做者艰苦人，有一顿无一顿啦。全教我看到是上要流目屎啦。我是一个庄脚囡仔，我希望讲，我有机会当选立委。宣告我绝对真真正正落实起产，听这个艰苦人、这个做工的人，恁的心声。我立法院要立的法案，拢是真真正正是咱基层百姓需要的，咱艰苦人需要的。因为我看到太济咱的艰苦人，尤其是咱台南，咱毋是像台北，台北都市人生活较好，咱台南咱究竟啊足侪部落的形态嘛，草地所在嘛，艰苦的人数人多嘛，咱应该爱关心这个人，互这个人有一个较好的工作机会、趁钱的机会、饲某饲囝、饲孙的机会，毋通互因活伫阴影内底啊。宣告只要我有机会通当选立委，我绝对袂去讨好有钱人。我最后甲大家报告，我这世人加认一个客老爸，我的客老爸昨打过身。我的客老爸是一个善良人，行路无方便的。我是安认伊做客老爸，因为我每一届选举的时阵，伊安尼甲我送番薯、送往来，安尼摆卡安尼甲我送，我感动，我认伊做客老爸。昨我披麻戴孝，我甲送。一世人有钱人要招我结拜，歹势，我一世人甲换贴一个是新民交代，我换贴的拢散车人。有钱人招我换贴，歹势，我毋捌咧叫换贴。我从来毋捌认有钱的人做客老爸、客老母。这是宣告的坚持。我出自庄脚，自细汉，我的老爸老母甲我教示的，就是一世人违背良心的代志毋通做。有一碗饭通食，艰苦人爱共救助，社会爱共服务，这是我一世人的理念。我一世人，我爱对得起我的爸爸妈妈，所以我这次参选，老实讲，有我家己个人的坚持。我嘛希望讲乡亲给我一个机会。好，咱今仔日非常感谢李全教委员到咱节目当中，将一寡咱即马选举听到一寡消息啦拢来甲澄清互清楚所以相信呢，有详细看咱节目的民众呢，应该会当了解讲到底啥物是真的，啥物是假。所以呢，要当选票的时阵大家要好好来分辨，好好来判断。再次感谢李全教委员，感谢你。那么感谢市民朋友的收看，咱市民时下节目伫遮告一段落，咱再会。